大家好，歡迎嚟到第3集嘅洞察世情。嗱，望望我身邊啦，徐博士大家都見過啦 ，Hello， 仲有我哋嘅梁燕成博士，仲有我哋曹希全博士，曹希全博士係啦。咁我咧就係 Anna 老師。咁今日我哋咧究竟我哋嘅劇集嘅題目係咩咧？嗱，我哋望一望先。我哋係講緊我哋嘅香港雄獅甦醒，其實係想講香港人嘅優勢嘅。咁我哋重尋香港優勢嘅時候啦，咁我哋又發覺到咧，其實我哋有咁多位博士喺度咧，都可以用唔同角度、唔同嘅方面去剖析香港究竟咧失落咗嘅係乜嘢咧？我哋又可以喺呢個時代入邊點樣可以更加揾翻我哋香港人嘅信心，同埋藉住呢一個嘅節目咧，亦都想鼓勵我哋香港人喺呢個優勢裏邊啦，或者喺呢個成個世界大局入邊咧，可以點樣發揮到我哋香港人嘅精神，我哋先至翻嘅精神。咁我先講下香港點開始啦，講啲歷史文化先。由香港開始咧，其實係基於一場不正義嘅戰爭啊，就係鴉片戰爭。即係話，如果有啲人去走私販毒，係一件係邪惡嘅事，係咪？咁但係咧，當時英國咧就嚟中國買好多茶葉啊、瓷器翻去咧，但係中國唔買佢嘢啊嘛，佢要賺翻中國錢點咧，就係走私鴉片。喺邊度走私鴉片啊？就係伶仃洋啊！伶仃洋邊度啊？即係屯門出嚟嗰啲青山嗰一帶啊！咁啊，伶仃洋嗰啲鴉片船咧偷到去嗰度，又再撐艇入去賣鴉片咧，賺翻中國錢。咁中國政府發覺話唔得喎，咁多人吸鴉片，咁不如咧即係要打壓呢個鴉片啦，派林則徐嚟咧就處理啲鴉片啦。條英國咧就話：喂，你搶晒我哋啲血本無歸喎，我哋鴉片啊！咁就結果就發動咗戰爭。你好難想像嘅，即係話。如果有黑社會去賣鴉片俾人，跟住警察話唔得，跟住啊咁我就同你打過啦，即係咁，佢就咁搶咗咧，打贏咗，咁咪英國當時工業革命嘅武器都係一個中國戰艦船堅炮利，中國係輸啊，輸之後咧就割讓咗香港、九龍，後來咧再後期啊割讓即係租借埋新界。咁香港咁開始一個好奇怪嘅地方，係喺一個同中國母體突然間斷咗叫殖民地。嗱，中國唔承認係殖民地㗎，有殖民地，但係咧佢係一個殖民統治控制嘅地方，呢個感覺係英國。好啦，咁香港咁開始之後咧，英國就諗：咦，我要喺呢度某個地方第一可以停船啦，香港同九龍啊。咁然之後停船之後咧，我哋可以將外國嘅貨物啊，通過香港轉口中國啦，咁中國嘢就轉口出去啦，咁即係打贏中國之後逼中國開放咧買賣啦，因為佢最主要就係做貿易啊。咁咧搞呢啲貿易嘅時期咧，香港最先就成為一個轉口港。咁跟住咧就後來到日本侵略中國啊，咁啊打到亂晒之後咧，經過第二次大戰，戰後咧就英國及早翻嚟搶翻香港先啊，咁即係唔俾咧中國接收，咁然之後中國又國共內戰。哇！好多謝梁博士呢個咁有激情嘅一個鼓勵啊！其實我覺得坐下喺度聽住佢講咁多嘅時候，真係成日將香港嘅優勢啊，係一個成功人士嘅磁石場啊！佢係將嗰個嘅香港人嘅優勢咧，喺一短嘅10幾分鐘入邊咧，已經娓娓道來。咁其實可能香港人未必發現到自己優勢喎，但係咧我知道咧，香港人嘅速度咧係好快嘅。咁所以咧，隔離嘅徐博士咧已經好快咁研發咗一個咧新嘅理論啊，就係雙 I 理論啊。咁我哋都請佢講一講，其實點樣可以將呢個雙 I 理論可以喺一個現實入邊咧 apply 咧？頭先以前講嗰個獅子山文化啦，我都回應一下。其實獅子山文化，我第一首即係呢個文化，我了解就係羅文嗰首歌啊，獅子山我都識唱嘅，不過今日唔好唱啦，唔好唱啦。咁同埋許冠文先生所講嘅嗰啲嘅例如咩啊？半斤八兩啊嗰類嘅，咁所以我覺得獅子山文化對我嚟講係最有用嘅。第一樣嘢就係，即係我都係喺我出世啦，咁所以對我嚟講係幾樣嘢。第一樣嘢係香港人係錢係至上嘅，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係冇政治嘅意識嘅，因為我哋讀中學嗰陣時候都係咁樣教。同埋第三樣嘢咧係要以出國為榮。咁呢個係一般獅子山下以往嘅香港人呢個三個馬車啦。咁但係而香港人啦，睇翻我父母啦，佢哋有兩樣嘢淨係教我哋，就係要有韌力，因為佢哋都係走難嚟到香港，係由零開始，佢要捱出嚟㗎，所以有韌力。
同埋又適應。咁所以我覺得對獅子山文就回應應承所講嘅話咧，我完全認同啦。咁就好可惜，即係呢幾樣嘢，即係例如錢志上冇政治出國，以前係一個嘅夢想，但係已經唔係啦。我對獅子山文化嘅了解，當我去到加拿大讀書、美國讀書嗰陣時候咧，先再一次深深體驗到獅子山文化係啲乜嘢。咁呢個係一個嘅感受啦。咁而家到頭來啦，而家嚟講，即係話香港而家面臨個即係喺美國呢個嘅關稅戰之後咧，香港變成咗已經唔係一個西方陣營嘅地方，係我哋自己國家裏邊嘅一個城市。咁我哋以往嚟講，香港係靠兩樣嘢係賺錢嘅，一樣就金融啦，同埋地產啦。咁而家嚟講，個個都覺得話香港已死，就因為地產係一路一路跌價啦。金融嘅話，亦都因為某個程度上，香港喺世界金融嘅地位一路都係俾人哋剝削緊。咁當然香港仍然係金融，但係走嘅方向唔同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問啦，而家香港繼續發展呢個或者發揮呢個獅子山下嘅精神有咩路線走咧？咁最近大家睇到特首去咗杭州啊，同好似6小龍係咪7小龍有唔記得？徐博士都係講咗另外一個 perspective 啦。香港係一個讀書人嘅基地啊，亦都係一個考試嘅重鎮啦，國內國外嘅考試啊 ，IB 啊、DSE 啊，我哋本土啦，同埋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種考試咧，都係我哋呢個彈丸之地度發生喎。咁可想而知咧，香港人嗰個嘅雖然有身份嘅迷失，亦都有歷史嘅一個嘅傷痕嘅一個被傷害嘅一個個體啦。咁但係其實原來香港人咧喺痛苦之中咧係默默咁做事，就培養咗我哋嗰個韌力。而韌力可以 generate 到好多唔同嘅能量嘅喎，例如創造力啦，亦都可以將創造力同人哋合作啦，咁同埋係一個有感通嘅力嘅喎。頭先梁博士都講到，咁呢樣嘢係令到香港人嘅獅子山精神係一個打不敗嘅，即係就算敗咗，即係有失敗唔緊要㗎，起翻身咯。其實如果失敗咗點啊？佢唔係掠地後喊喎，香港人。香港人係咩啊？轉個彎。拍條裙起翻身，哇！咁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華麗轉身啊！香港人係咁我哋個雄獅蘇醒咧，唔單止靠學術啦、歷史啦同埋哲學嗰個文化基礎啊，咁仲有係科學嘅突破。咁就請下曹博士同我哋講下，喺香港人係點樣喺科學上面又點樣突破同埋點樣世界接軌嘅咧？我自己就係讀物理出身嘅啦，幾個學位嘅。咁嗰時讀物理咧，就係都好受即係梁振英啊嗰啲攞諾貝爾獎啊，因為嗰個年代嘅人咧認為咧救中國咧係要讀科學嘅。咁好在咧新中國成立之後咧，都對科學咧都係完全冇忽略嘅。咁你睇下我哋做到兩彈一星呢樣嘢喺好短期咧，其實我自己都拗穿個頭。而且文革時期係啊，點解嗰時中國咩一窮二白都可以有兩彈一星咧？我就諗到即係原來中國人佢都係好似梁博士所講啊，佢受盡100幾年來嗰個侵略咧，佢嗰種國家意識好強。即係如果有一日我哋中國人可以起翻身，我哋就要實。所以呢個就雄獅蘇醒咧，其實都係當時19世紀末期咧，啲西報咧去描寫中國嘅。佢話中國係一個睡獅嚟嘅，唔好俾佢醒添啊！最緊要佢醒添得醒咗。係啊，即係民主就係拿破崙啦嚇。咁甚至乎就影響咗我哋嘅歌啊！如果你有聽咧，我哋廣東歌咧有嘅。這睡獅已醒啊，記唔記啊？所以其實喺我哋嘅心底裏邊咧，我哋人本身咧，我哋唔想自己嘅國家長期俾人打㗎啦，係咪？咁所以咧嗰個年代咧係好得意㗎，同而家唔同嘅，比較成績優嗰啲咧，即係中意讀下物理啊嗰啲。咁我自己就喺嗰度咧，就係我好幸福啦，有機會喺香港讀完第一個學位咁。第二、第三個學位喺美國，即係科學上最好。咁我發現到啲咩嘢咧？身體危機啦。我嗰時80幾年、80年代去美國讀書，
好得意嘅喎，個中國同學會究竟係咩意思咧？中國同學會喺大陸定台灣？大陸嘅台灣定香港咧？我哋就互相有學你話齋啦，都係互相好尊重嘅，即係我諗我哋都受我哋儒家文化影響，我哋係中意和諧嘅，即係雖然我哋都知道要努力上進，但係就唔似成日都打殺殺啦。咁嗰度係一啲身份嘅危機啦。咁就然後咧係咩危機咧？就諗下我70年代翻中國啊，又係喎，我都記得嗰時夜晚10點幾喎，1970幾年翻中國。嚇點解佢又好似唔信我哋香港人喎？首先要去公安局報到。哇！嗰時中國好窮噶嘛，邊有燈嘅啫？我都記得喺啲農田嗰度行咧，你唔小心跌咗落嗰啲養魚嘅地方，要好小心。多謝咁多位博士嘅一個咁真誠嘅分享，其實都喺我嘅人生裏邊咧，都係見到個師傅咧，原來唔喺學校裏邊嘅，係我畢咗業之後，甚至係踏出咗自己嘅工作嘅地方嘅時候，遇到咁多位師傅，佢教我放大我哋夢想，我哋可以將我哋嘅聲音傳遍世界，因為內心嘅愛咧係可以不斷咁樣去修正啦，然後點樣去傳放，係去回報呢個社會嘅。咁我哋咧有預告下一集咧，我哋都會繼續講我哋後殖民地主義入邊咧點樣找翻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啦，亦都點樣去用愛去回報。咁下一集咧都會更加多、更加精準嘅一個如何實踐愛啊！喺呢個獅子山下，隻獅子醒咗啦，咁點樣行呢？應該點樣去自我教育呢？或者點樣去推動教育呢？或者點樣再去將佢連結唔同嘅界別呢？咁我哋喺下一集咧都會繼續有深度嘅分享。多謝大家。